陽能光伏系統係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嘅重要一環，透過將太陽能轉化為電能，為社會提供潔淨及可持續嘅能源方案。然而，太陽能發電系統喺安裝完成之後，需要定期檢測與維護，以確保有關系統安全及可靠。有見及此，2025年版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更新咗關於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須遵辦嘅安全標準及檢查指引。跟住落嚟，等我哋睇下註冊電業工程人員阿欣點樣按照新守則完成太陽能光伏系統嘅安裝、檢測與維護要求啦。喂，師傅，我同你講啊，上次地盤個管工佢讚我啊，話份檢測做得好到位，份風險評估 form 寫得清清楚楚。佢仲話添啊，未見過有後輩好似我咁細心啊。俾人讚你，感覺點啊？入咗行咁耐，都係第一次有人讚我。原來就算係普通嘅電工，只要做得好，其實都會贏得人哋嘅尊重。你終於有啲火啦！嗱，你要記住啊 ，REW 咧係受機電工程署監管，有完善嘅註冊制度，喺社會咧有好高嘅認受性。今日我哋就要用新守則幫呢棟大廈做安全升級。只要你學識點樣做得更加精準，你嘅專業就會更加展現到出嚟，就會有更加多嘅人尊重你。阿俊，我哋要上天台。吓？呢度唔得咩？點解要上天台啊？今日我哋要跟新守則嘅核對表4去檢查太陽能光伏系統。好，一鼓作氣，即刻開始檢查。等陣，阿俊，呢個系統有雙供電，進行工程之前咧，必須先隔離太陽能光伏系統供電總掣同電力公司供電總掣。新守則咧制定咗一套規範俾業界跟住做，保障電力安全。哇！又要清潔太陽能板嘅板面，又要檢查太陽能板嘅電纜同埋連接器，仲有逆變器同埋隔離變壓器。哇！呢份核對表都有好多嘢要檢查喎。冇錯啊，你一定要跟足呢份核對表，就算係最細嘅電力安全風險咧，都有可能造成重大損失。所以提升太陽能光伏系統安全性係至關重要嘅。呢度就交俾你啦。啊，仲有啊，記得貼喺室外嘅呢一個雙供電警告告示咧，需要刻喺個膠板上面，防止俾太陽曬得多甩咗。仲要永久固定喺室外嘅雙供電電力器具上面。吓？咁師傅你負責啲咩啊？我咧就要確保太陽能光伏系統符合新守則有關電氣性安全保護措施嘅要求。如果係新安裝嘅，就一定要安裝防止直流電質過載及故障嘅保護裝置，以截斷有關故障電流。相關器件需要符合 IEC 60269-6嘅光伏熔斷器，或者符合 IEC 60947-3嘅熔斷器組合單元，或者符合 IEC 60947-2 BSEN 60898-2或者 IEC 60898-3嘅斷路器。啊，仲有啊，呢個系統咧係有雙供電。如果下次喺呢座大廈做固定電力裝置定期檢測，喺進行檢測工作之前咧，必須先隔離太陽能光伏系統供電總掣同電力公司供電總掣，保障電力安全。2025年版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深化喺雙供電系統下安全工作，制定咗一套太陽能光伏系統嘅定期檢測規範，並進一步加強直流電質過載及故障防護嘅要求，提升整體電氣安全水平。透過建立清晰而一致嘅安全標準，亦可以有助保障從業人員及使用者嘅安全。